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中北屯一栋社区大楼机械的停车位发生着意外，压死一岁小男童。讲当时这个爸爸抱着后生，徛伫个机械停车位的边啊，腰入去车内要来摕物件，结果疑似有其他不知情的车主启动这个开关，两爸仔囝怎滑落去车位下站的坑洞。 小男童的头压着伤，变形死亡。这件事故是机械出问题，或者是人为的操作，爱个厘清调查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救护人员提装备抢救一岁的查某囡仔。昨日暗时，一个查甫囡仔甲因老爸摔落社区大楼机械车位下开窟窿，查甫囡仔头壳红压着伤，不幸过身。然后他爸爸情绪比较失控，要自责这样。意外就发生伫台中北屯区这栋社区大楼。 机械停车位的入口已经放大停止使用的告示。我知道说都有在保养啊。囡仔老母怀疑讲，当时其他住户的车是对停车塔驶入去，和升降塔载落去地下停车场。是讲照正常的停书，就爱等愈入味的角度好势，驾驶才饲二流将车送入车位。也毋过住户敢若是提早饲二流。 当时老爸抱后生徛伫车位的边仔摕物件，两个人怎做伙摔落窟窿？他说他自己没有去按，但是不得而知，只有他自己知道而已吧。厂商就说没有按，怎么可能会动？大楼的管委会甲警方强调，机械车位已经用要30吨，虽然较旧，也毋过有红外线扫描的设备。 警方初步调查，敢若是其他车主入场的操作过程出问题。疑似机械车位为其他不知情之车主启动导致受伤。大楼的机械车位也获都法局查出，虽然有使用的执照，却无使用的许可证。除了宏大告示命令停止使用，也会防依法处罚。相处建筑物所全人使用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。 并限期改善及补领使用许可证。这件事故到底是机械出问题，也是有人为操作的疏失？检警已经封锁现场调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